好，咱继续来看到人咧讲有钱坐大厅，啊若无钱人人惊。台中出名风景所在秋风国生态公园，伫咧7期黄金地段，园区里就有这栋厝，本地是一间餐厅，因为业者爱负担房屋税、地价税，也有租金实在载袂调。2年前无做了，这个所在阵啊一直趴远伫咧遮，岛民众感觉讲放咧饲网实在真无彩。市政府经发局嘛特别解说，讲现主时市政府已经找到经费，新的厝卡敢若负担租金就会使，即马等要招商。伫咧台中7期中卫区的秋安国是一个生态公园，有真青翠的草坡，中阁有一个大水池，兼具景致，也阁有排水功能。另外，阁有一条环湖的步道，所以无论是日时也是暗暝，总是请真侪民众来散步。另外，公园内也阁有一间餐厅，提供予民众用餐，但即马煞是大门清锁。原来自从去年9月，业者经营不善关店了后，就一直囥伫遐。就有民众感觉，遮尔好的一个空间，囥咧饲网，真可笑。对啊，浪费掉。就要跟在地结合吧，就是不要都是那种到处都有的那种纪念品店。它不应该只限于说吃的或是饮料或是什么的，但它一定要跟在地相关。厂商他有反映说，房屋税跟地价税加上租金，其实对厂商来讲是一个蛮重的负担。就后续这个新的契约就会由市政府来负担，那厂商他只需要负担合理的租金就可以了。市政府经发局解说，业者是因为爱负担税金加上租金，感觉负担真重。市政府也决定，未来房屋税甲地价税的部分会由市政府来负担。未来新的业主只需要负担租金就会使。目前正咧公开招标当中，已经有真侪厂商来伫问，预计后个月若是招标顺利，就会有新的团队来进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